呢啲我先，多謝大家支持。Hello， 大家好，我係飾演自己嘅影身邊，多謝大家支持。多謝大家今日嚟到 APM 睇《我們不是什麼》，我哋相信大家睇完套戲啦，都會有啲感想或者問題想問我哋主創團隊嘅。如果有的話咧，可以舉手啊，有冇？呢度啊。Sorry。你好啊，我想問下關於Ike 嘅。咁你本身喺套戲裏邊有好多嘅畫作啦，咁有啲咧就係對你覺得係對你有特別嘅意義啦。咁即係有啲可能係你中意嘅嘢啦，即係例如打籃球嘅輝仔啦，又或者對香港人嚟講比較難忘嘅畫面啦，比較有意義嘅。咁所以如果係喺2月14爆炸之前，你仲有時間，你會想畫低一個咩嘅畫面咧？我會想畫低，最想畫低嘅畫面啊！哇！呢個真係考起我啲畫筆全部紙都俾人收晒啦。我估我可以畫嘅，我應該係會望住塊鏡喺個劏房度望住輝仔同我，咁佢坐喺我隔離，咁我就畫佢坐喺我隔離，我畫埋自己畫緊自己啦。呢位眾位觀眾朋友想。你好啊，我想問咧，去到最後都冇路上冇同到講，即係冇講到 Ike 嘅身份啦。其實係想保護佢哋呢個 gay couple 啊，定係真係對呢個查案冇用咧？係在阿龍 Sir 嗰個心態，佢覺得冇用，冇用嘅意思咧就係根治唔到個問題，因為有時破案就係查到兇手啊，咁辦案動機咧。即係兇手為什麼會做一個咁大嘅罪行咧嚇？咁阿龍 Sir 嗰刻佢個心態，再加上佢自己之前嘅過去，即係佢對於即係成件事佢其實失望嚇。咁的而且確在佢嚟講，因為佢都係一個專業嘅即係刑偵警察啊嘛。咁佢嘅判斷嚟講，都係將來呢個檔案多一句啫嚇，就係咁。咁同埋就。即係佢嗰個一個戲嘅設定，你見到個地方，即係香港好細啦嚇，但係就阿龍 Sir 嗰個心態，佢自從佢6年前發生嗰件事，其實佢過隱居生活㗎。但係當然即係香港個好細嘅地方，佢就遠離煩囂都市，就經營一個小生意過隱居生活。咁所以其實佢對於出邊個世界佢係失望。導演同埋兩位演員你哋好啊，咁就想問一問咧，你哋喺拍嘅時候會唔會自己或者可能同導演有一啲對自己嘅角色有一啲嘅設定，可能係冇喺套戲裏面表現出嚟，但係即係為咗令到佢更加豐富，或者等你哋可以更加投入嘅時候，可以即係 set 咗一啲咁樣嘅人設，即係例如我見阿輝仔一開始買電話，唔知點解佢要 emphasize 嗰部電話啲字要夠大嘅，會唔會有啲咩容易咧？或者我見佢嗰張相咧係青靚白淨，頭髮又長啦，因為出到嚟而家頭髮咁短，又要留晒須，咁或者 Ike 其實佢又中意 X Japan， 然後佢個名又好日文啦，但係點解佢又會話佢唔去日本咁樣？即係或者可能其他嘅設定會唔會有呢啲咁樣嘅資料咧？係唔該晒。我嘅設定啊，首先你哋見到我好長頭髮嗰個，應該係我以前另一個年輕少少時期犯案嘅時候，因為犯案而有案底嘅時候嘅留下嘅一個案底相片嚟嘅，所以同我長大咗，見到你哋依家現實我短頭髮嘅嗰個輝仔，應該都係隔咗一段時間，因為輝仔去青少年嘅時候係因為犯咗一個傷人案，所以佢就要坐嗰一段時間監啦。咁另外我哋有啲咩設定係同導演有傾過，我有同導演傾過，其實我唔界定輝仔係一個同性戀者咯，因為喺輝仔佢個童年因為佢係一啲比較悲慘嘅童年啦，所以佢好細個離家出走，佢冇朋友，佢亦都冇拍過拖㗎。我同導演傾嘅時候，即係佢係一個 A 零嚟嘅。咁所以當咁啱係Ike 出現嘅時候，只不過係一個咁啱喺一個適合嘅時間，然後佢揾到佢係一個覺得可以佢愛到同埋被愛到嘅一個人，可以照顧到佢嘅人，所以就我係用呢一個心情同埋呢個設定去做輝仔嘅開頭。咁慢慢去到後期同
2K 嘅發展，我哋有我哋嘅床戲，我哋嘅床戲唔成功，但係我哋仍然都 keep 住我哋嘅關係。咁所以我覺得我同輝仔同2K 佢嘅關係其實係more than戀人，即係佢哋除咗戀人關係之後，佢哋係一個好嘅朋友，佢哋係一個 soulmate，佢哋係屋企人。因為喺輝仔嘅世界，除咗佢阿媽之外，其實就乜都冇，就得翻2K喺佢身邊。咁所以我係帶住呢啲設定去進入呢個電影世界咯。咁至於呢個蒙馬特咧就因為接上一句對白，阿科即係 Andrew 就話過去 shopping 啊，咁而即係阿二姐我想即係觀眾領會到心態，即係有啲人知，但唔知都唔係太緊要，我覺得就係其中一個有個書叫做《蒙馬特之戀》就係一個女同志嘅作家寫出嚟嘅。咁咧呢個就想突顯到二姐嗰個心態。如果大家知嘅，唔知我覺得都唔係大問題。咁另外二姐中意畫畫噶嘛，咁其中一個好出名嘅畫家就叫畢加索。佢就喺蒙馬特樓梯嗰度就喺街頭畫畫，就好似二姐喺香港咁，就幫人畫畫，然之後就生活嘅。其實嗰度仲有第啲都係出名畫家，但係就畢加索就唔睇畫嘅人都知道有呢個人啊，所以我提呢個人。咁咧就呢件事就符合咗二姐喺個角色個身份有呢兩個作用喺度啦，所以就有咗呢句對白。因為我哋時間關係啦，我哋最後一條問題，我想問後邊嘅觀眾朋友想分享，有冇？好。想問下阿輝仔啦，即係我睇到最尾嗰幕嘅時候咧，我首先講優導呢套戲好好睇。所有演員其實我都覺得做得真係好好，咁一定唔會係睇一次嘅。咁同埋睇到最尾嘅時候咧，我有少少想問下。喺老闆角度，即係輝仔角度咧，其實係咪有一種會唔會唔捨得阿月 K 嘅感覺，即係唔會選擇自殺嘅？即係當然冇呢套戲啦，但係即係喺呢個最尾嗰個演嗰個心態咧，其實會唔會話其實都有一個愛自己嘅人，佢又愛我，我又愛佢，咁會唔會唔捨得都有一種唔會選擇自殺呢一種？當時去到最後嗰一幕嘅時候，輝仔其實佢內心嘅情緒都相當複雜，即係佢唔捨得係固之然一定會有嘅情緒，但係佢唔會捨得唔捨得咯。所以佢當佢最後決定上到巴士，因為嗰日呢一個鏡頭係開工嘅第一日嚟嘅，第一個鏡頭添。咁我拍嘅時候，我記得好，我喺一個巴士度，我又好咁樣幻想自己即係。嚟緊即將我要面對我自己嘅死亡嘅時候，我會點樣坐呢一程車咧？咁我嘅唔捨得係，我有除咗唔捨得2K之外，我係有唔捨得呢個世界嘅。當時我嘅心態，即係我有好好望下窗側邊出邊嘅風景，我又好好望下呢個巴士上面嘅其實每一個乘客，因為其實我同佢哋都係素未謀面，但我知道我哋一間即將會發生一件好大嘅事情。咁我又好好咁望每一位演員，每一位當時嘅乘客，然後最後先至講嗰句情人節快樂。咁所以當時嘅輝仔係佢一定有佢好多佢嘅壓抑啦，佢有好多佢唔開心嘅情緒。但係其實去到最後嗰一個 moment， 當佢哋之前已經決定咗嗰一日要做呢件事，其實佢嘅內心佢同2K亦都。同時，我覺得係有一個好大嘅釋放，係對於佢哋兩個自己，因為佢哋呢個決定係佢哋兩個同時係為自己嘅人生係可以做一個切切實實嘅一個決定。對於佢哋嚟講，其實係好難，亦都可能係第一次。咁所以就係佢哋就會帶住呢一個遺憾同埋亦都係一個不捨嘅心情，然後一齊離開呢個世界。我記得嗰日我哋拍嗰個鏡頭都拍咗5、6 剔啦，或者即係咁上下。咁1、2個剔之後，我中間係有個指示嘅，即係唔好叫指示啦，即係埋去同演員再講戲啊。我覺得要有恐懼啦，即係我唔知而家觀眾睇出嚟嗰個感覺嚇，因為嗰度冇講出嚟啊嘛，就係要有不捨同埋恐懼。Thank you，因為我哋時間有限啦，我想問
陳生，你喺度做緊咩啊？哇！我哋而家開始咧謝票場咧，第一個答問題或者問問題嘅人咧就會收到一幅速寫啊，機嘅速寫啊，所以咧我點樣 show 出嚟？我掹出嚟，咁呢位就係送俾呢位女士。佢每一日咧個 gear 都會比下一次嘅謝票場多，佢下一次嘅謝票場咧佢就會有航拍入嚟㗎啦，就會有吊臂，跟住之後開始就會拉 track 㗎我哋。因為你時間有限啦，咁3位嚟到啦，不如大家想唔想同佢哋影張大合照啊？多謝大家多多支持 ，thank you。